你知唔知道邊一個係讀得最輕鬆嘅英文元音呢？喺我開估之前，我哋要先簡單認識一下英文發音嘅基本概念。英文發音嘅最細單位係音素，英文字可以由一個或者多於一個嘅音素組成。英文發音系統入面總共有44個音素，當中有24個輔音同埋20個元音。英文24個輔音通常係由呢一啲輔音字母組成嘅，例如等等。除咗24個輔音之外，英文音素仲有20個元音，通常係由單一個元音字母 A、E、I、O、U 或者半元音字母 Y 單獨或者組合其他字母形成。由於喺發英文元音嘅時候，從肺部呼出嘅氣流受到舌頭、牙齒或者口唇嘅阻礙程度比輔音少，所以呢啲音發出嚟嘅時候，比英文嘅輔音聽起嚟會響亮一啲，所以有人會俗稱呢啲元音做響音。以下係其中5個英文元音嘅例子，例如 A 可以讀成 apple 嘅 E 可以讀成 edit 嘅 I 可以讀成 itchy 嘅 O 可以讀成 orange 嘅 U 可以讀成 Usher 裏面嘅大家仲記唔記得喺上一部分我哋介紹過英文字入面嘅音節係有重音節同非重音節之分嘅？當呢啲元音字母或者元音字母嘅組合喺非重音節出現嘅時候，佢哋嘅發音就會可能出現弱化嘅現象，變成另外一個元音，稱之為弱化元音，又俗稱為懶惰音。呢一個弱化元音經常喺英文字入面出現，佢有一個特別嘅名稱，叫做 schwa。大家千祈唔好俾 schwa 呢一個字嚇怕喎，呢一個稱號係比較難讀，唔記得唔太大影響嘅。只要大家知道呢一個英文元音發音係發音嘅時候，好似我而家咁，口部微微張開，舌頭放鬆平放，然後送氣發聲。記得係呢一個發音相對係低音嘅，短及輕聲就可以噶啦。呢一個就係 schwa 嘅國際音標符號，好似一個倒轉咗嘅世界儀咁嘅。schwa 呢一個音經常會喺英文字出現，佢嘅出現會令到我哋講英文嘅時候，唔需要每個音節都講得一樣咁大聲、咁用力，所以呢一個弱化嘅元音會令到我哋講英文嘅時候更加輕鬆流暢嘅。例如 alarm 嘅第一個音節係 A， 就係讀呢一個弱化音alarm。 enemy 第二個音節嘅 E 亦都會讀做弱化音enemy。 仲有其他3個例子， horrible 嘅 I 亦都係讀horrible。 pilot 嘅 O 都係讀pilot。 而 circus 裏面嘅 U 一樣都係讀circus。 我哋一齊嚟睇下生活上面有冇一啲英文字例包含 schwa 呢一個音。 How much a day? Excuse me, madam. You've dropped a potato. Oh, thank you. $30, please. I forgot my wallet today. Can I pay by Octopus card? Sure. 剛才片段裏面，顧客同收銀員嘅對話中冇留意到以下呢幾個字嘅非重音弱化成為 schwa 呢一個音。例如收銀員讀到 potato 呢一個字，第一音節唔應該讀成 po， 應該係要將原本
O 呢一個元音弱化成為p，成個字正確發音係 potato。另外，片段中顧客講嘅其中3個英文字嘅非重音節，亦都冇弱化成 schwa， 包括 forgot 嘅第一音節要放輕啲讀，應該讀成 forgot。Today 嘅第一音節應該讀成 today。Octopus 嘅第二音節應該讀成 octopus。要留意呢個字嘅第3音節，亦都係弱化成為 schwa， 讀 pus。但比較多人冇留意嘅係，剛才提及第2音節都係弱化成為 schwa， 讀 octopus。schwa 是英语中最常见的元音，在语音学中以符号表示，中文常叫弱读音、中性元音或央元音，发音位置在口腔中央位置。它是一个非常弱、柔和且不带重音的声音，通常出现在不被强调的音节中，例如 about 中的发出 schwa 音时，嘴巴是放松的，舌头位于中间位置，声音短促且懒散，听起来像轻柔的声。schwa 音在英语中极为常见，事实上，它在英语口语中最频繁使用的元音，尤其是在2个或以上的音节的单字中，它通常出现在非重读的音节中。这些音节的元音会被缩短且弱化成快速放松的声，帮助英语使用者自然流畅地说话，并不需要强调每个音节。几乎所有的元音字母 A、E、I、O、U 在非重读的位置都有可能发出中央元音 schwa， 因此它是英语节奏与发音的重要特征。广东话使用者通常会觉得 schwa 这个音难以发音，是因广东话中没有相对应的弱元音。在广东话中，元音通常都是会被清晰且完整的发出。由于广东话是有声调系统的语言，但缺乏像 schwa 这样的弱化元音，使用者可能不会意识到 schwa 是一个独立的音，反而会在非重音节中使用较强或较完整的元音来发音，这会导致一些发音上的问题，例如音节放重音放错位置，或是包含 schwa 的英文单字中使用过于强调的元音，影响语音的自然度与流畅度。因为不熟悉元音弱化这个概念，以及广东话中缺乏 schwa 这个音，让许多使用者在学习英语发音时感到困难。This is the only method to get the champion in the race. If you do, each of you will get a certificate. Don't worry, it's not easy, but I will give you full support for the training. Remember,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llaborate well with each other. 喺片段裏面有幾個英文字嘅元音應該係弱化成 schwa， 例如方法讀咗 method， 但係呢個字第2個音節係非重音，正確嘅讀法應該係 method。證書讀咗 certificate， 但係呢個字第1個同第4個音節都係屬於非重音，弱化變成 schwa， 讀成 s 同 kit， 成個字應該讀成 certificate。支援呢一個字讀咗 support， 但係第1音節係非重音，應該弱化為 schwa， 所以第1音節應該讀成 s， 成個字應該讀成 support。協作讀成 collaborate， 但係第1同第3音節係要弱化成為 schwa， 應該讀成 k 同 b。
成個字應該讀成 collaborates。廣東話使用者的第一語言確實會顯著地影響他們準確發出英語schwa話音的能力，因為廣東話的語音系統中並不包括像schwa話這樣的弱化、簡化元音。在廣東話中，元音通常無論音節是否重讀，都會被清晰且完整地發出，而且語言主要依據聲調來傳達訊息，而非重音或元音弱化。因此，廣東話使用者在學習英語時，可能會將其母語的語音系統轉移到英語發音上，常常在非重音節中使用完整的元音來替代放鬆的中央元音schwa。這種母語的影響導致學習者難以自然地表達英語節奏和重音，使得正確弱化元音變得困難，從而影響英語語音的清晰度和流暢度。雖然廣東話裏面係冇弱化音嘅，但我哋可以多啲留意英文多音節字裏面嘅弱化音，除咗可以改善我哋發音嘅準確性之外，亦都可以令到我哋講英文更加流暢同自然㗎。下一個部分我哋會再深入睇下有關重音同非重音嘅特點，記得唔好錯過啦。